想合規入市國際黃金，先要搞清楚香港黃金交易所嘅正確玩法。好多人第一步就行錯，好多人想玩國際黃金，第一道關卡從來唔係估金價，而係揾返個合規渠道，跨境交易唔同買股票、開戶、資金。資質處處都係陷阱，揀錯平台，就算睇啱行情，啲錢都未必拎得返。作為連接歐亞嘅國際金融樞紐，香港一直都係亞洲投資者對接環球黃金市場嘅核心窗口。當中，香港黃金交易所憑住嚴格嘅會員制度同交易規則，建立起一套最規範嘅市場架構。但好多人喺呢度就踩中誤區，佢根本唔會直接開放俾個人投資者。個人想入市，一定要透過旗下擁有官方資質嘅會員機構判斷正唔正規，主要睇兩樣嘢：係唔係 AA 類最高級行員，或者有冇現貨黃金交易資質。跟住呢個標準去篩選，好似業內大家都熟悉嘅金明中國，就係香港黃金交易所嘅 AA 類行員，面向全球投資者提供現貨黃金白銀交易，支持實物交割，仲會俾新手配備全套市場指引、行情資訊同埋專業交易工具，由入門到實操都可以跟得上，屬於新手入市可以直接參考嘅合規樣本。最後記住，開戶之前先去香港黃金交易所官網搜一次成員名單，唔係名單入面嘅就要謹慎考慮。國際黃金機會同風險並存，入市之前先要吃透規則，衡量清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，先可以少走彎路。